来到美国的原因是，2018年的11月，中国政府把我的父母抓进了在位于新疆的针对少数民族的集中营。对于我来说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了。只要能放他们出来，干嘛都行，出来再跟我吵架都行。只要人能活着，能平安，我现在真的觉得这是最大的，别的什么都不重要。等于说这个时候3号我姐姐视频已经找不着人了，因为他们2天就视频一下，就这天找不到人了。我妈妈失踪2礼拜以后，我给我爸爸打电话说，我说你放心我，你自己保重自己。我爸爸在电话里面哭了，但是2天之后，我表哥就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爸爸也被抓进去了。我说你是祖米日里沙克吗？是，您是哪位？你好，我是中山南路社区的。我想了解一些情况。我这上面显示的就是你的父母是已经被收教了，是吧？哦。他们收教的原因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您知道吗？我这也不知道啊，因为不是被我们收的吗？请问我父母是被收到哪里了呀？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表哥跟我说，你爸妈被收了，然后别的什么也没有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就是集合收了，具体原因我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不是被我们收的，是在别的社区上面存在。那具体收到哪里您知道吗？在我们这儿了。具体收到哪里了？我们这边应该就是那个教育培训中心呢，应该在。教育培训中心，那不是所谓的说是再就业用的吗？我妈都退休了。那不是说是再就业，就是犯了错误了，需要进去学习法律、学习技能犯了错误了。我妈已经退休了，能犯什么错误呀？她已经退休都1、2年了吧？跟退休没有关系，跟其他的东西有关系。她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，退休了也不一定。你说60多、70多岁的也有被收了的。我妈妈是党员，自从我记事儿开始，她就是党员。你知道，在中国你是中共党员，你是不允许信教的。我爸爸也在党报工作了一辈子。我妈妈其实她很漂亮，跳舞也跳得很好。我妈妈工作特别努力，她为了政府工作了一辈子。现在等于说政府背叛了他。我爸爸是一个面相很严肃的人，但他其实还爱玩游戏、爱看电视、爱看电影。你一个退休的领导干部，你要什么再教育培训啊？你一个党员。所以说我爸爸妈妈被抓进那个营这件事，完全就是中国政府谎言的一个证据。I would like to come out publicly as a victim of China's campaign of erasing the Uyghur culture and identity. My mother, Zuhra Talib,
and my father, Isak Pazul, were taken to a concentration camp, also known as a re-education camp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. 我父母要是好好的在新疆，不管是他们让他什么时不常的开个会啊、宣个誓啊，只要不在你集中营里面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没有那么高尚。我现在跟他音信全无已经4个多月了，我连他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。你继续忍气吞声是不会对局面造成任何的改善的。我不知道我站出来说话有没有用，但是我知道，我要是保持沉默，肯定没用。Dada? Ha? Özlercu. Özler hazır içtim ha. Biz mi bir yerde hizmetler bilen? Opam öydüm ha. Özler yazdı yedikten la, öyle yedikten la.出了什么事儿，大家肯定都是心知肚明的。尤其这段时间，他们出来有1个多礼拜了，每一次说起来的时候都是说病了，在医院。那段时间提起来就是在医院，包括我发了朋友圈，我妈都说你删掉。我说了在医院就是在医院，话里话外有点暗示意思的，就让我不要提这件事情。我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，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还是不安全。Ama görüşmeye gittik o. Yaxşı biz. Çaşlaqını. Çaşlaqını. Ha. 我妈脸色特别苍白，但是我能看出来她打扮了一下，应该是。然后我爸是光头那种，剃过光头，长出来一点毛茬子的。因为我爸他这辈子，从我这辈子没见过我爸剃光头，就维吾尔族嘛，没有人这样做。我当时我就特别难受，我看我爸那样。但我也没哭出来，我就又高兴，我又看他们怎么这样了呀？我妈的头发也剪短了。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彻底不聊这4个月的事情，没存在过这4个月的间隔一样。尤其是说起来他们的变化，我说你们都瘦了，他们就说。哎呀，这不是老了瘦一点好吗？的意思，说这样健康，对，减肥呢。
我们这个教育培训中心的人呢，会越来越少，而且呢，越来越少。如果有一天社会不需要的话，可以教育培训中心逐步就给消失了。远不像有些人炒作的，说有上百万人之多。我现在属于他信息回晚了，我就担心。我现在虽然我现在已经能貌似自由的联系到我爹妈，我想到当天我还是有点难受。这个是野葱，我们新疆叫沙葱，这个拿来炒鸡蛋特别好吃。现在就是关于这一类所有的出国那4个月，新疆到底在发生什么，全都是敏感话题。说起来的话，也不知道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。可能只有我妈说，你在那里要平安快乐的生活。对，她每次就这样跟我说。就这样，平静平淡的生活。比起我以前在国内的生活的话，真是好的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了。关键是自由安全。